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学员登场。扎西德勒，扎西德勒，请自我介绍一下好吗？各位导师好，我叫央金卓嘎，我来自藏区，我是一名嘉绒藏族。央金卓嘎，哎，韩老师，你的本名好像叫央金，我就叫央金卓玛。对，央金。央金。小时候叫央金卓玛，后来把卓玛去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太俗气了。啊，俗气吗？因为我自己去掉的。那卓嘎呢？卓嘎就卓嘎呗，卓嘎也很多呀。你在拉萨的街头一喊，哎，卓嘎，很多人回头，好几百个卓嘎回头。可是对我们来说很特别，很好听哎，这个名字。藏名好像也有意思，是不是？你也可以这么叫啊。那你帮我取一个名字。轩轩卓嘎呀。你不是说卓嘎你一叫很多人转过来吗？对，我轩轩卓嘎只有一个。OK。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。就是傻的意思。今天我们唱什么歌曲呢？我非常喜欢，我小时候就很喜欢，长大了也很喜欢的一首歌，叫《穿行》。哦，小时候也很。哎，我有那么老吗？韩红老师的歌曲。小时候就很喜欢的歌。我也常常听到很多人跟我说，我从小就听你的歌长大了。等下，卓嘎今年几岁？32岁。32岁，小时候就喜欢听你的歌。韩老师也是从小就唱歌嘛。韩老师从2岁的时候就唱歌啊，我开玩笑的，你不要生气。没事。没有。没事。息怒。哎，32岁小时候听我唱歌，我57呀，我。哎呦。卓嘎，请你准备。云儿伴着我走，牛儿有限次的路儿长长，天忽悠，歌声为谁自知道？看着朝拜的人们，听着山歌，香烟飘飘，人忽悠，思念为谁？我知道，酥油的燃起来，火种嘛跳起来，看凡人的生活是这样的自在。姑娘们站起来，汉子们跳起来，牧人的生活在山水间穿梭。去米基拉库呀，东极极给我塞，康健切拉给松，米基去路上的。去米基拉库呀，东极极给我塞，康健切拉给松。
我感觉刚刚好像很多牛儿在这里，云儿在这里，感觉要雪山天池那种感觉。而且他唱到那个最高音的爆发力很强，他其实根本就不用麦克风，他麦克风是拿很远的，那个穿透力很厉害哦。可不可以再听他唱一首歌啊？他声音好好听哦。那我就唱一首敬酒歌。好。借酒中稀烂的浓浓阿里火，阿罗却穷烂的马勒阿梅不穷提里拉，借啦啦松。索呀啦你索，想把人真干呀，我咪穷啦你色呀，我咪穷啦你色呀。Just delay。哇哦！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？我现在就是唱唱歌，然后写写歌。也就是唱唱歌写写歌，我们也就干这些事儿了。对啊，意思说还有其他更大一些的国家大事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因为其实来梦之声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，是因为我的父亲，他是藏族嘉绒锅庄的传承人，然后他已经退休了，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来到这里，我觉得应该继承他的这样的一个事业，因为这个舞台是离梦想很近的舞台。稍等一下，说得非常好啊！掌声继续给啊！可不可以解释一下？藏区里面有一个嘉绒藏族，他是在四川一带的，跟甘孜、阿坝，然后嘉绒，他是在这一带，他不是在拉萨那边的。他的父亲呢，就是收集和传承嘉绒锅庄的唯一的一个老先生。是个乐器吗 ？No， 嘉绒锅庄是一种舞蹈。我请他跳一段锅庄给大家看，也借此宝贵的机会来宣传一下我们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。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我们藏民族特有的，应该传承、应该被大家发扬、应该被大家保护和牢记的，属于我们藏民族自己特有的东西。那是我们民族的骄傲，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。谢谢。很好看哎，那个手的动作，如果再加上那个袖子，一定会很漂亮。对啊，你就是我心目中的可爱女人。那我们一起来吧 ！One, two, three, go！ 谢谢，欢迎加入偶像学院。我是下一个中国偶像。